各位聽眾，歡迎讓到嚟收聽本來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呢，我真歡喜個，就在做到對我人一對一拍殼講話，教我人嘅老鳥特別嘉賓。actually 老鳥先正唔會使啦，是講到請對是老鳥不啦，老鳥。所以呢，若是一人有興趣呢，後尾教我講，哎呀，我要聽一個講一對一嘅話題，咱會使做啲 comment 嚟教我講者，我要聽一人為我烘梅妝 ，OK？ 那這個禮拜呢，我特別嘉賓就是真正細漢就聽起了誒，曉樂啦，歡迎，話曬成特別放炮那隻。歡迎曉樂 ，Hello，曉樂，我問你是幾歲？你記得幾歲時聽？本來福建幾歲時聽起？我那時就只細漢也是得15歲喎。應該是12、13。哈，12、13歲就聽？你記？我會記，確定我吹到當位 clip 啊，或者放下你聽得對。你講下你安怎？你會記？你安怎吹到？本來福建這 podcast 你會記安怎吹到？我袂記咗咯，特別你古早10幾年前有問過我有講過，特別話你是上袂記。小老啊，袂記啊！我等下放下看，你會記看這個想會起哦哈，當這個淡薄，因為咁這冇咩人開嘅哈，淡仔是個這個啦，這個曉樂咯，曉樂本地是會叫淡仔叫我拍下，伊啊等一個冇開。曉樂當今 online 啊？伊 online 咩？一面咪 ban 啦，咪個頭曉 B 嘅嚇。哎呦 finally 會了咯，係呀，就你曉樂嚇？嚇，你未甲曉咯？拍安尼久，拍你哋冇 authorize 哇？是咩？啊啦，Sampari啊，等陣我 at 別人啊，等陣我你當我啲拍學人，是你啲教人講你到幾時 start 聽起邊個福建？幾時啊？哇，真久了咯！一年呢看咯，你頭一集呢我就聽了嘛。我是啊，就叫你聽。我朋友咯，我隔壁班嘅朋友。你隔壁班嘅朋友啊？啊？Yes。我家己去嚟落講係你 Skype 都冇。你咪亂啦！你特別你教我係時有嘛？教我係時你叽叽格格嘛？我落人落掉嘛？你先。哦 ，OK。嚇，接住嚟嘅你唔使。等陣我俾我是後落，你講話是冚人咧。嚇，講我係咩啊？講我係額頭。個大刀個家。我那時候當見你大漢那個拍攝去過。所以嗰時呢是2006年你幾歲？哦，我看。你講呢個唔知咩？呢個幾歲唔知咩？2006。我檢到對象。我小鬧我對象 calculator， 我試下是我當基本是對象 calculator 鬧嘅事。自康康啦㗎。17咯。17歲 ，OK， 所以你應該是你 maybe 你起來參問嚇？因為感覺冇呢話咧。因為邊啲學嘅200個 start 嘛？你數到10啦。我14、13冇14咯。哦，所以200啦，應該是15呢咯，15啦去哦。但是講 start 是200個喎，還是你 start 是16歲，然後聽17歲是 anniversary 是17歲 ，because 個讀掉學個嘛，讀個17就 form 6咯。17蚊就 form 6小弟，你讀了，你讀 remove 喎，你冇讀 remove 就面 form 6是18咯，17是 form 5嘛。12歲是 standard 6嘛，6年級，然後 form 1咪是13歲咯。
13、14、15、16、17咯，17 SPM 咯。有可能是 Form 3嘅時聽人講起了，應該是啦，應該是朋友個硬好大嘅別班，了個講起加去聽了，聽到是大粒，大佬，聽到就俾人打，就俾人摸點樣？對，你未記？佢係是 Skype 嗰啲你看，直接砰！我想未到，我會未到個，maybe 南西嘅島開始咯，直接是 maybe 南西會放掉隻 episode 咧，啊是，即係白青本就厲害，白青仔就係定到舊 episode，所以白青就是你聽到隻 episode 是即係曉樂講 ，OK 我別使講我馬對嚟啊。那是經典啊咧，是人家想到曉樂是想講，OK 我別講我馬對嚟啊。有冚咩？有冚。我哋係直頭 reject 啊，直頭 cut 掉嘅。你冇點石講嘅，直頭突對啊！所以我直講你講我講，我這邊一對起就是在講你馬對嚟啊。有I think 有幾刀啊，是我直頭放棄啦。嚇，直頭冇去。等陣講就，這隻好笑嘅，你做咩事？我會記我隻 episode 是我講梅魯，做咩事？你直接問你走去係咩事？你甲我講，你當然講下到係你成個頭一擺聽到，唔係聽到唔係聽佢舊 episode，唔係講曉樂是蜘蛛人嘅咧，就是曉樂咧，伊就是真細漢時就聽了，然後伊是偷起來唱。是唔是偷起來參？你嘛真鹹，是唔是？你成只驚講哦，我馬對嚟了，冚咩都未冚，你講下啫。因為我 flat 是大，我 unit 是大，第一個 unit 第我電推嘅。然後伊電推開，因為是low cost government 嘅 low cost 嘅flat 嘛，嘅電推是每冚開冚個大聲咯，所以你聽到哐哐哐哐嘅呢。然後舊嘅時舊下樓嘅時，係伊嘅叮下聲本是正大聲，我就叮嘅時候，我就準備。你做咩事？你安尼病曉，你安尼驚，特別你個家慘喎。我朋友冇這。哦，所以你是感覺到成交往怪親，因為你聽你講頭一 episode 你都聽嘅啊。I mean，你早。0.2、0.3、0.4哦，所以 before 即係 full release 嘅時你都聽了。對。哦。所以我咁為你講，如果加校方聯絡我咪為，佢幾直接就是校方有起來是，我第一記就是校方這蓮花幾條。幾百海。係你不是經典，那個經典的 moment 就是你阿康這蓮花幾百海。阿康一隻係咪啊？唔知做咩就老啊，小山點歹勢我記起來冇咩愛來 ，maybe 咱20年 celebration anniversary 是咱請來。好。我見你 OK 講到 anniversary 呢，是講到有興趣嘅，我聽到邊啲學見，我會參加邊啲學見嘅20週年嘅慶祝紀念呢，讓特別到啲年尾啦，今年年尾時我應該是月節還是個嘅。是季節、兩季節咧，我對家人講件事啊，點先是阿個件事。然後我人慶祝我20年咯，邊咧學見做我20年都知哦。嗱少年做個阮變老人去，係咪嘅 ？Midlife crisis 係啦 ，midlife crisis 嘅啊，當叫你特別個做點喎，個好料喎。我話做個老人勁嘅會唔會做？配合你，actually
我冇想講，哎呀，我要做落股係咪唔夠？我冇嗰時候咧等，我就愛做我就做個，直到做個，做就做咯，留咗就做啦咯。所以我冇講是想講做幾年係咪本啊？特別 still 會啊，自己可能物件，無 plan，就是堅持行落去，一直。免想呢濟。OK，來，咱當今咧先生有機會嘛？一對一嘛，方位。等陣我要教你帶上你特別來 ，Hello，Happy Chinese New Year！啊，恭喜發財，恭喜發財！當然個成交我落即是個強個成交個落掉是切幾啊個啫。個件六錢就大了咯。嚇，當然是切幾多？我看我六字頭，切汁，5錢咯，個5錢對。嗰個節呢？切汁。然後那是講一啲人到啲 clubhouse 嘅朋友，那是講咯會有物件會梅啊，梅換地會梅即個曉落會使到啲 comment 你寫，冇是起手起樓頂講咩使 ？He go to friend's house to use computer to join pinning。Christina 佢是by change。有無正知道啦，但係有真有知道啊？哦，呢個嘢叫喎。因為我好去朋友嘅厝，成幾暝，反正去讀冊啦，幾暝啦。哦，那下時間咁樣你驚啦？夠累嘛？朋友靠累哦。有了，人夠 internet，了夠好嘅電腦嘛。哦，OK，แล้วก็แมงเกียก็แกแมงเกียหมาด้วยไหน OK 嚟啦 rewind 即係啦，當時啦有機會睇拍曲嘛，แล้ว我咪每日看你會細漢again 就聽到我 approach 嘅時候，我同你講，就是講我每時候有啲物件你都冇方便講咧，你悄悄。我對就係講，哎呀，你真是冇方便講，我係呢係呢。然後那時講你感覺到，哎呀，歹勢還是，哎呀，我那啥咪冇方便講，你對細講冇方便講。特別我妹咧，我是真夠妹 ，OK，因為我是真八卦，我未知啫。但我你講起咯，你細漢嘅時，如果驚你媽咪你參別嚟學見，特別，actually 你驚是驚咩啊？唔明話。伊無話。是所參咩？是所參朋友。有。個制掉，變你學見個及小及皮，佢個死。對，因為標題度講有explicit 對，18歲起，然後你14歲、14歲就參咩？有講嘅物件，就講啊，個歹勢啦，是講掉。個大膽冇，你所以你唔夾嘅 ，because 你感覺到你都已經，特別你國家我是講，你你見你嘛，特別你國家起來參望，你知哦，嗰樣在 Skype 嚟起來參望，你講，但係你講是感覺到冇咪參朋友，所以你是唔是你聽了落鼓你會記了，你做蝦米事做，你成日講，哎，我要來參錄音。你是聽往識一講一成個朋友嚟響去啊！對，感覺安尼款嘅 podcast 真有興趣啊，真趣味。然後想 join 看咯，因為聽古早嘅下嚟episode 係點聲，個仔都是總人嘅嘛。哦。是 senior 數，แล้วรู้สึกว่า connection เนี่ยนะครับเนี่ยคนไหนมัน是จองในหาเซ็งเนี่ยเดี๋ยว我講我到比較唔要緊啦，嗬，你這種。係啦所以啊，這麼說咧，你記講你聽咯，估你講狂點幾 before 我細時就聽，แล้ว你不 expose to online 還是你做啲你隔壁朋友介紹你嘅時，就是介紹你去聽邊啲學嘅呢？領導我會記領導冇聽你嘅領導表。領導表是差唔多上時本有情況過，你講嘅時本。OK，所以你特別你聽到嘅時，你是直頭聽到邊啲學嘅啊？然後你唔是成個我叫散戶，人哋領導散戶是。
伊老椒嘛，因為我頂到阿未 start 喂，本來學件事我都做 online 啊嘛，另外一個阿毛嘅 podcast，然後你阿毛 podcast 我就講起要做本來學件，所以伊個空點幾時就聽，你是安怎聽到消息嘅呢？我還是你先聽，那個都對去 reverse 都對去聽較久嘅。無誒，我感覺我是真，我大正頭前就聽去了，家庭特別母聽，其中一個原因應該是我還是在你大美國嘛，了我迄個點聲就有正，我迄個願望就是愛去。哦，你有心想要去美國，我去外國。外國對，去國去讀冊啊，去看。然後我講安尼看我是種嘅話，我過甲你了解看。哦，若是講要出國安怎呢？哦，所以你細細漢嘅時，你聽嘅時，你起來本來學見聽嘅時，你有拉薩就講，哎呦死哦！人安怎？還是你有感覺到，你無驚咩？起來往那笑，你無驚，你無想講，哎呦，未啦，我咧點聲，我咧會所本咧，無想咧做。愛講咩就講咩啊！你無想咧做啊？特別我驚嘛喎。因為我遮大嘅原因是，伊也是看到我用電腦，無讀冊，伊就咪無伊就是問我跑啊。OK，來講起，講這嘛誒，物件咧，即是無媒咧是無應該，因為你買答案，我哋本就是條媒即物件。所以你講起來細漢，你是細漢嘅生活，你有兄弟姊妹哦，都會出事，都啲邊個 island 出事㗎，都會出事。我一人咧，我一個人。一個後生，一個囝啦。แล้ว你都會到邊個嚟 ？island 啊，是北海。island 出事啊！林華義出事嘅。哦，林華義嘅囡仔就是。我林華義係個 medical file。幾塔？攞塔。誒，做咩上咧這？因為我細漢時有撞得上有打病。哦。然後有係個。係姑。氣喘，係個是只愛嚟撩下嘅是係姑係個。係個是海鮮菜。海鮮菜上上面上姑咧係姑。成個啊，有係姑哦，所以你係姑 OK。你真係咩事？我特別謝你，我潮上謝我係去係姑嘅。所以我落音嘅時候，我邊樣特別係就係ปั๊。所以你係姑 OK， 你有字麼？有收到。所以แล้วโอเค所以到底喺邊出事แล้ว你找呼你細漢嘅時成完咗？你自己 impression 啊？你細漢嘅時？我自己有記憶嘅時，我會記點寫是誒大啲單種母牙啦，特別大單種母牙嘅之前聽我媽講是大北行嘅，所以特別是本來單種母牙大北行較近近款本嘛。OK， 是對咯，大咩？Jalan Permai啊？哦，Jalan Lembah Permai。Permai 對。我唔知但冇啱我知道咯邊。我唔知你會記哦，特別我古早我係過啊，我係買過啊。我了對伊是開咖啡店嘅。哦。個頭呢，大攞兩百買個頭，了點樣形容啊？伊正話但就冇啊，係你講有伊個有一條咯，古早有一條咯。水地咯。水地咯。是。伊是山，你山路，你彎過呢，彎來彎去，落一個眼睛詞嘅嘛。
你眼睛是一隻 dam 啊 ，dam 到啲頂面了，都按落嚟，然後它一條大路就是叫做水地路，是唔是啊？條是山頂嘅條路，是講用嗰條山頂嘅路去一間紅光吉林亞紅光徑嗰條路，然後我下你吉林亞紅光徑多，我所吉林亞講緊是只講咗90度呢，按落去哈哈。然後落山咯，落山是 clinic 啊，你政府嘅 clinic 嚇。對，你個我舊嘅個別店只，我你合併咯。哦，所以你舊嘅個別店是到底水條，你在你抄起人抄起人學堂啊，搞學堂嚟，伊是到底合併較少咯。我，他一間合併有幾多間個別店啊？我想下，我得一間，我未記叫咩名了。伊是特別你講名我唔知，你特別 describe 看，伊是唔是講伊是伊就講我講你就講那邊嘅，講嘅地方。我古早有吹過，用 Street View 200 嘛。然後你會看到Jalan Lembah Permai 啦，特別你舊嘅個別店，當我看 maps.google.com 我去找，那時就再看 Jalan Lembah Permai。Jalan Lembah Permai Tanjung Bunga。呢是 Beyond 係你過了馬路嘅大 college。哦，真是這間等 OK，等我看，我會開了，真是這個，這個是唔是這間？是唔是這間？呢是拖卡厝嘅，伊用拖卡厝來做個別店嘅。是這間哦，講呢？三個間，等我轉以後你看下，但這邊去就是水地路咯，這去就是水地路。應該是跟較落，較晚打考你這邊。較晚個另外人講經位。哦，較晚個另外人講經，所以應該是，所以咱下車去啊，當然咱節目都擺輸，節目都擺輸去。真是打考你先嚇。國家後尾哦。哦，你意思到底這邊多出邊還是正出邊嘅？亞洲。哦，這間啊，這邊嚇對面邊嘅。個後尾個冇唔是這邊。唔是這間啊？唔是。個去落正個。哦，一個落架去咧等我 zoom，差唔多係搞下。正係一間 restaurant 係咪？哦，特別你講講咧。有，這間是古早大家車，這樣是大家車是在到唔貴。我知應該嗱，正啱。個去車我去過，這邊這間嚇。唔是，一整個一個人有一間，這是較重要嘅，這邊一個人有一間，這間啊，這間，唔是這間唔是個人喎，這間嘅。這間嘅83，這間有，對，這間對。哦，แล้ว你กู啊，แล้ว你กู是海南人哦，是。so 特別你กู特別有可能這是 after 你嘅 time，伊 take over 別人後，鳥出去，伊歸線了鳥出去。哦 ，because 頂到這間後，我人是叫這間叫做白嘅個別店。對，白的就是古嘅，海南話叫古嘅意思咯。白的uncle啦，叫白的我細細漢就去一個，因為我姨大阿妹呢，我姨嘅厝就是對伊個店嘅阿妹，一過去食手餅啦無。第二間，所以我特擺下了我店咧，特擺有叫我去買包啦，買你知有包了，特別我到咗幾歲啊？所以是我到咗幾歲？我上可能係差唔多，你就是200啦，你交幾個？你今年幾歲？我51，今年你30幾啊？40啊倍？38，
三幾？你句應該係可能唔係幾回事。三幾？我40啊，所以我大佬10幾歲啦。10個。我大佬19歲，所以因15歲時個有個。所以你話你出事時，唔知一個有，所以伊到下邊只久誒，我細叫我是叫做擺嚟個別店，伊有賣包啦，你往賣餸啊，賣全物件，都是叫賣賣。嚇？你就安迪賣經濟盤咯。哦，我賣盤，我至少你較久啊你？冇。原來你久就是即個，所以但係 before 之前嘅事 ，before 你出事時已經有啊，未一間個別店。哦，我就冇咪知。特別應該是我出事前有嘅個別店是在河底嘅。哦，OK，所以應該是未必的，因為我大係你，你八年呢，伊人是大下邊食久啊，我細漢都是去下邊食個邊，就是下邊食。伊人嘅住啦，對啦，很老經，老經，伊隔壁是人大徛街嗎？對。伊人大下邊久啦，แล้ว是講頭頂入嚟做下啲個別店啦咯。特別冚了伊人大就是大位呢咯。แล้ว你大是啦，你個特別你無大過下邊，特別你大碗下邊。無大下邊是。你講你捌大過，你捌買你講？有想講有怎講啊？有 holiday 啊，是講學放假點啥，我嘛坐巴士往坐巴士去講打換巴士水電路嘅。哦，你唔是大但就冇啱啦，你講坐巴士去講打係咪是大鋪地啊？是得咯？有大過鋪地掉，大過7條路。OK。我係 moving history 講亂。你不就係搞搬出呀？因為佢哋拄到按怎講啊？經濟嘅問題。OK。所以你畫出來係咩啊？我感覺到你講話咧，所以你細漢嘅時，你是搬來搬去，搬這位啦，你是垃圾掉。然後我感就是我家己 feel 到，你講對唔對？我 feel 到感覺到你就是感覺到經濟冇咪好，細漢嘅時，你就是感覺到成個邊個你朋友係咪有個你較無類啦，較無呢你話你可能會 complex 個，當然。所以你細漢大時，你講你細漢嘅時，你年級還是較細漢幼稚班。kindergarten 嘅時是安怎日子安怎過呢？你會記哦。往時細漢嘅時，你唔知講你無類嘛？較考啦，較考你會知啊？你會記講你較考，蝦米數考呢？因為去到了位本是愛坐巴士行路。哦。看別人有摩托，看別人有車。哦。家己嘛愛帶家己用行。所以你已經有感覺到，你細漢嘅時，你已經知講。你比因為有陣時細漢人囡仔，咱唔知講你環境無好本好，你唔知講你家己環境無好嘛？你無去講嗰啲物件，特別你本身你會記講你感覺到甲別人無咪像。對。發生是幾回事？小學度呢？可能。因為我小學嘅時在7條路板山嘅後尾，喺聖王廟嘅對面啊。哦。你睇廟燈啊？嗰時讀明德。OK。喺銀川嘅銀川嘅邊啊，間啊，伊人是用網絡來做學堂嘅。哦，當然個有啊，當冇啦。已經變鬧人經咯。哦，當然變鬧人經。特別銀川學堂個有啦，銀川較大間，銀川自甲有類人囡仔去，因為到有幫學嘅點啥，人嘅爸母都是用
用车来载囡仔的。哦，然后对啦，是讲细汉时看到人穿的 uniform 新的啊，然后個活過啊，然後伊人我人細漢的時看唔是咩色啊，藍色嘅藍咯，色對，對對，淡藍。然後家己嘅褲綠色，然後看別人嘅褲個新鮮啊，哦，你感覺就係講，哎呦，人有類人你看了你家己無咪好，所以細細都感覺到啦。然後你嘅出來環境安怎？歹啦，出來環境就是歹咯，梗係比咯，梗係人比啊，因為特別出來咧，就講你出來甲你馬啊感情啊安怎？我甲我嘛感情一路來是無咪好嘅啦。嗯，怎麼說？天氣啊，你天氣係，我天氣相款咯，OK，嘢都嘅。對咯，我講物件莫聽，你講嘅物件我無愛聽啊，然後哦，比講細漢起就甲歹啦，甲無好，就是大嘅位是家人嘅所在大啦，無家己嘅厝大。哦，然後你家己你講，你參你嘛？對，爸呢？我係爸甲無咪轉來啊，然後你爸大咯？伊大交警位。到底邊度啊？困交警咯，對伊做工做交嘅物件，然後伊哦，交物件啦，然後困交警啊，所以無咪較少機會大甲你爸啦，伊是做到底係咪交警嘅大較濟？啊，一起做呀，做交嘅，這邊做那邊做啦，我本唔知做啥物。做交意思是講想講，樣想開伊家己想開交警那款人來博交那款啊。講有頭家啦，是講有頭家。哦，有有常常無對處，佢就是大交警係咪？有你大，你是驚人大是講，你本是唔是講家己無感覺，就講這是你家己厝那款，你是佢大家別人這邊大隻，那邊大隻啊，成咗。我爸互人去大伊大錢，對，親情。伊自己厝嘅樓頂啊。哦，佢你真正嘅厝嘛，係你就講啊。老厝啦。老厝啊，所以下底是做古身的，哦，也是所以互人做車的古身，嗯，然後樓頂就伊人親戚困咯，然後我人就困一個房間了咯，哦直直互咪講啊，互親戚的囡仔無理啊，看袂起然後困的位個厝頂漏水啊。而家環境就冇啦，我唔知咯。聽你參邊咧學嘅人講話是啦，唔知嗬。我細人無講啊。本是我本感覺就成日講，你本感覺就是講，哎呦，這裡無好講人聽，你看你物件啦，你是感覺就成日講，你對啦，就是安尼款的原因，做到我爸女是講物件吼無做好哦，我無甲人講嘅。哦，做好了有做成功了，我甲講。OK，然後我無咩想愛互人知後尾迄個發生了啥物事啊，安怎啊？你是咪講是你驚講人看袂起你誒，還是你咪互人知，因為咪互人看到你若是講未成功嘅事，咪迄個無是甲互人看到，毋是講無，就是講迄個inferior complexity，迄個你感覺就講你成日你家己無咪較好啦，所以你咪
咪那是講這未做好事未成功事，咪講互人聽，你叫講互人聽，可能失敗是人看袂起咯。對咯，人成嚟看。但人本成日可能嚟夾夾減啦，是講特別了解你嘅你細漢嘅時情形兩佢了解較濟咯，因為你到底成話本是 actually consider 講無 stable 啦，你嘅childhood本嗬。แล้วติดไปปอชูแล้วสิคิดตัวกำลังไปควาลังบินเสกมีเดียวแล้วชินจ้าควาลังสังกาความเบคีอ่ะก็รู้ใจ哎呀不再掉个几ชูแล้วเขาวางเกียร์เขาวางอันนั้นควานfeeling อ่ะ所以มันสิจะไกล咯對 I mean 即影響你真正大咯細漢嘅事แล้วอันนี้是唔是อันนั้นควาน理由你加無係咪朋友呢我是個無愛尋人，他較靜，特別佢聽嚟變得好勁講話。朋友是算濟了，特別大漢弟弟無暑假了就講，人做咩人看你唔係喎。所以你是細漢嘅時有參，特別哪來哪大漢，你感覺到啥物了嘢教？了解人嘅個性了，佢哋寬了吼。有感覺朋友好嘅規律度，然後用面子，然後 especially 啊，尤其是 pandemic 過後，我覺得 filter 係嗰個字，對，就是講應該不是有幾擺嘅 relationship 嘅 experience 做。學我學家把路可能愛保護家己，就是講人按做講 red flags 啊，就 red flags，我只看到 red flags 我都是之後針對啊。所以你想講，你買係人傷到你啊！你是想講，你只看到哦，你頂到有一個朋友本身咧做，那看咧我幹嘛買啊？我直頭走成嘅。有咯，因為把路人生短短，冇需要去花時間去了你個幾點先？แล้วรู้ตัวที่ตองกิมละฮะรู้ก็อุสังอาเสียหันซิโออ่ะสิจงโอเป็นยูก็ทำไม่ของzero โอ้我應該是對啦，應該是講一 Form 6畢業了後就是拜拜了，我冇去跟人 keep in touch，有 keep in touch 嘅啱啱好是有當一間上一間學堂大學 OK。你睇面我大學，你睇本地大學啊？我睇本地大學。你 Form 6睇到嚟？中學升到睇落，壯齡。有咯，我 Form 1กับ Form 3是破地。破地小學。你是破地是係我跟你 drive 邊破地？係 private 嘅邊啊間咯。所以我係跟你 drive 邊嘅啦，我 Glover Road 邊嘅啦，我未記得就落叫咩？我未記得喎。叫咩落？不 Gottlieb 啊 ，Gottlieb Road。對，一個平滑上是掉嘅嘛。你直接落去咪是平滑咯。平滑到係 crossroad 位置對。所以是 Gottlieb Road 我直頭接去對。แล้วรู้ตัวโอเคso from 1 from remove กับ from 3remove 啦冇 remove from 1กับ from 2我都咪真搞咯冇睇 remove 你就俾 code 交隻成績嘅你唔知係咪嘅就借你 BM 彈係咩啊就借粒 A 嘅細跳板係咪粒嘅啦冇借啦粒唔是 call 嘅 call 呢咩我 call 係粒嘅 call 呢喎背 call 我 call 背 call 好厲害本樣啦我落一個我上次唔知試嘢我冇咩嘅。我人家背了我自己本真係無歡喜。哎呦，你本是只拍拼本我看你本是，如果成個為咗你家己嘅成功嚟，為咗你要用你家己嘅成功嚟吹你家己地位，你看有無？我是咁樣諗。所以你不只係 pressure 本咯，一隻 upload。Then
then 你咁其實安怎會搬去中陵呢？因為我了 standards 你講到 Form 3破地， standards 就是 primary school 嘅時小嘅時多平地嘛，我平地過了就破破，我想問。歷史嘅記歷史就會自己寫啫。對啦，小我是破地 ，sorry 破地了應該是家庭出現淡薄問題了，搬去7條路。所以我小學平地呀，可能叫平地菩薩啦，還是叫平地菩薩了in bracket C for Gina 啦。OK，了primary 4嘅小6年級都多平地咯。因為應該是政府好係是買嘛去土嘅，因為愛見嘛，我諗去行路了嘛，所以那好咯。所以往你處就好啦。對，我7條路嘛，伊多6條路了嘛，平地我6條路，就是係你7條路大伯公廟，過7條路呢。你到7條路，你喺邊你地頭嘛？你 from Center 4時期入邊，你地頭你等等去邊食物件？都來因為我嘛不是講我教他們。OK。講對阿咪大輪啊，係你說分你話只過路啦嘛？只鹽。鹹啊。แล้วลูกสังอา小家ที่頭家นะลูก他是就應該是有包會，that's why 伊無暑假我去個口食。你學了類會食上來厝啊，所以就要食。แล้วลูก細漢時，OK，咱再講你成話是講咱講小學點聲是點聲，學堂啊是參朋友啊，若是講你朋友無這本好，你有感覺到上加歡喜嘅時間咯？你還是唔是講咱講了本是，哎呀，艱苦下面嘛？你歡喜時時你做下面物件咧，即套下面咧？就是 recess 點聲咯，就是幫食點聲去即大係你 compound 為踢球咯。แล้ววันนั้นเขาสิจุนจะเสียวอีกอย่างเขาเลยบอกตักร้อยทักสอกเกอร์踢足球啊，特別嘅你成日打嗰啲電下球嚟踢啦 ，OK。แล้ว你就留咗啦，你同歡喜啊，參一電朋友。แล้ว對啦，ก็無煩惱食誒，還是到等有佢哋係咩啊？免費餐啊。OK。sign up for 佢哋原住金了家庭家無係咪類誒，好佢哋會食食誒，佢哋類。你早起去是做 breakfast， แล้วก็ apple 對，入面幫食係是，我你叫是唔是 breakfast 咧 ？breakfast 冇冇 breakfast 但應該是買咯啊。咁 apple， 我會記有早起，我會記我有等啦。แล้ว我ว่าขอกี่ครั้ง我就早起去學堂時候，啲間店咪擺嘅，然後你我叫做免費早餐嘅，上面唔知啦，叫啲，所以到下邊有，แล้ว是 apple 對，唔是 apple， 我人幫食是點先，伊個在食，個一對，特別唔知你有啦。then 特別食唔是問題啦，你咪講要啊什麼無，你嘛個如出來啊等我談食咪啦。แล้วดูแล้วทุกทักคิวก็ทำจอมไม่เราหัวหิหรือกี่เดือนหรือเสียหันเจ้าหุ่นหัวหิ memory 我咪這麼就講我多咯，我嘛好像應該是學2年啊，2年。以後你去學我到，就迄時陣伊個理念是講，無管家庭話無類話歹。就愛好我有一個 skill。
达咧。你嘛真搞了，我就想，因为我知影你安尼建议就是因为你嘛真正为你想才济物件本，要互你即个咪讲啊，你机会啊，要互你才济机会本啊。行路本是行路啦，行路去多即条路行路去學畫圖。啊你拼西路，拼西路，拼西路，啊你實位嘅，啊你拼西咯，我個我啲怎麼是我個吹到一個就是你我哋行路迄個。我就行你即個垃圾頭你特別頭媽我吹到即個你唔知是垃圾頭，哎呀，走去倒落去啊，等我開掉。對，吹正邊，你看，你會記者，這就是咱12生肖，你話一心堂之交，普吉嘛。不，一斤湯二落，有落。屎鳥個菇個槍哈，屎菇個槍，二落三鳥屎菇不，屎菇個槍，辣椒七碰醋。壁虎，狗鴨，就一晒。先頭搞到我啦。哦，有咯，你看，你這是牛奶，這是啥物？這是你媽個牛啊？應該是。Oh my god！你記得幾歲啊？是？未記哦。10幾歲啊？10幾歲啊？就是暑假畫圖。即係我看幾年啊？等我看下，畫嘢啊，2006哦，2006 2006。我知啦，metadata 嚟看。佢真係用講你咁變攞我都冇人用翻你係你哦。這是你哦，這是你翕啦，應該是用你講你家翕啊。應該是我以前學嘅係你。哦。因為我物件古早都是先生學嘅，先生島內啦，人島內物件學冊啦、衫啊，然後我畫圖嘅先生本是在我人嘅家庭嘅環境無好了，有保守嘅這類啦。OK，即係照顧你本啊，即係你身邊你感覺到細漢正照顧你啥先生到路人你感覺到咩？當中是先生照顧，因為我嘅親情無熟㗎，我嘅媽所以人無。所以冇咪教你啥咪，佢就是先生嘅教你啦。which is why 大嘅人嘅位本是大即塊人面前，我嘅人咩？或者看課本嚟看咯，就無安心咯，到處。I mean，你冇感覺就是你厝本咯，啥？之後你自所在你大嘅。แล้ว你參邊啲學嘅時，還是自己大啦？你還是大甲別人還是？佢其實佢暫時是個你個你嘛？講掉佢哋嗰個佢間厝。OK，所以未厝啦，還是所以是自己厝啦。แล้วก็有主要係參邊啲學嘅講話啦，是。是啦，是有家己係因為我嘛做工做個係咪10點個對嚟嘛？你媽咧講下你媽，你買款安怎？我鐵器成個路。是啦，鐵器。特別只個路喎，只I mean一只為咗路上只隻。特別我都唔出家啦，因為我唔出家，為了我關路。就特行都是我，伊無白甲，伊無伊睇路上，你愛做咩物件？是唔是？有。咁了是伊講啦。
对，伊讲会对啦，物件是伊讲会对。哦，OK OK，但这是我无暑假，无暑假第老诶，特别当然大汉人你是看起想讲，是你嘛做他们是为了路啦，细汉那些就是袂啦。十幾歲 start 我就無暑假該多了不怎樣。嗯，我對啊，因為巴魯特別講起來無一樣的款，無話經濟那款啦。即咱细汉是无渺小，可能物件，你就较大汉的是你个 perspective 无像是你该看得对哈。伊无 maybe 也是伊无过路过干来减，有可能遮济物件加日本未有安尼成绩咯。同样大汉那个要想啊，如果你嘛讲过你偷偷参边咧福建录音哦，个个加日。我想無該講，肯定要朋友隨住邊咧學嘅錄音咧？嚇？應該是本無玫瑰啦。諗我 start 可以聽嘅是，係咪都可以聽過啊？比我經無啊，冇得錯啊！哦，冇錄誒，冇錄誒。即是你其實可以聽到大漢咧，是其實。我是，因為大學是我的爸有買一手嘅車啊，然後有 MP3 嘛，CD 哦，到車會聽。對，然後本啲 CD，然後 thumb drive 查理啊，thumb drive 位，然後經就是 filter 咯，經無話嘅咯，然後經下你 topic 甲無安尼錯，你要講即刻笑嘅是裝哦。你是有啲講，因為問題是，真無人會，真是無人會答你嘅啦，因為你咪記啲梅話看，你話答你哦，baby，你會看，你會記梅有物件。你就是講，伊就咪講，即係佢們人誒，做樣笑誒，做樣笑安尼款誒。那伊無想講，哎呦，這你聽到塊物件夾歹你話咩我？有時用講啦講，講你唔三唔四物件，然後你要對來你安怎去捌伊啊？然後講解水，無解講誠濟來講哦，這是古早仲齡嘅仲齡畢業嘅一個朋友，要話你過美國。哦。你本無想講，伊本咪你本咪 understand 講 podcast 上面物件，本咪本咪。伊無知，伊唔知着，伊讀無關，所以伊無咪知嗰無咪物件。了解的，然後物件，所以變做你就 simplify 呢啦，較簡單講哦，這是總領啊，成本啊，就是然後。特別我講話係脾氣本是無哦，你食歹本。夾起來啊！我講話是真硬夾起來，就是講我無甲解說物件解說一下，但我哦，你無 patient，你無咪，你講嘅幾句你都是紅火度啊，你聲都是直接我就是幾人對。哦，我就看無咩出哦，而且你甲你罵緊呢？我甲伊講話呢，我甲伊之間啊，因為伊講嘅物件真正無理由啦。哦，就是講for example 啊，就是你無看到你啉水，你講你無啉水，做咩事買啉水？然後你甲伊講，你無看到嘅是我啉了誒，你無看到嘅是我洗了你無相信，你無相信，這樣我無看到啉咩，就是講伊講嘅物件真啊。我本描講啦，咁冇顧劇啦，就講講伊片，伊款就成日款啦。即我本真係看 copy 改啦，不如你改啦，伊細漢嘅點聲本是安尼款，行過來嘅嘛，所以即係講咱是特別了解咱家己爸母母樣家己過去點聲，伊嘅款伊嘅即。你性格可能講
阮是伊人家己历史嘛，人家己行过虾米路咧，人变转转款，即是人家己经验过，所以咱较大汉了，有可能咱该了解啊，咱未接受不好，你会较明白我你知？我是明白了解，特別未大汉，未解，我解未濟，就是大家講話，解講話講，就是係用講嘅了。伊歹習慣就是伊感覺伊是全世界對，全世界是伊對，伊一人對呢，因為伊食過誠苦，伊過會使講淡薄伊個 life，會啦，蝦米物件講？我感覺邊個福建有可能有人會。捌啦，你咪講你這 detail 咯 ，OK？你講蝦米事講了咯？伊細漢陣時，伊物件我是無咪知，特別伊有話了哦。就講我會講甲我的媽。即是你爸還是你媽邊？我的媽那邊的。我家己吧，無啦。無古早的人是重男輕女。伊 intergenerational trauma 在那邊 start 了誒。OK，講所以有兄弟啊？有兩個舊咯，就是兩個捌的咯。OK，個別點。然後生囝無生查某囝咯。有我點聲，伊講伊嘛無怎講無互伊牛奶粉的類，就是講伊愛去，因為有一間咖啡店住遐咧，蝦米路啦？車水啦 ，Macalister Road 是蝦米路？中路 ，Macalister 對。伊古早叫成金山，你會記哦？有。成個識個名哈。我記鄉。成金山對。我記鄉那邊嘅，我喺你 Red Rock Hotel 對面。Proton Saga Proton 的 building 嘅呀。我唔清楚誒。喺你蝦米寶爪館嘅對面啊？迄間。中國包，中國寶。我講到我媽古早是關迄邊，伊人開迄邊嘅咖啡店，然後伊點聲了，我點聲了。你爸是海南人哦？我爸福建人。我爸福建人 ，OK。所以人大邊開咖啡店，所以人地頭啦大邊。了你媽是感覺就講人無鬥塊手，你成人都無鬥塊手，你可能。了，佫叫伊去做工，佫叫伊去咖啡店打下手做工。打電話了，我有印象，伊講過一個講，帶掉細漢的我了，過去鬥下手做工，鬥下手了，工類佫無好，了佫唔愛好。佫無牛奶粉類啊咪。對，蝦米開銷都好我的舊的聽了。就不好啊，所以喺era 嘅，喺年代喺重男輕女，對無公平起了啦，就合併起對無公平了，然後慢慢咧就甲我爸邊就我爸嗰邊嘅我爸嘅咩？講媽，你爸媽你嚟講嚟媽啦，冇暑假你嘛？有了，call 讀伊咯。有物件拍伊啊，然後嘅雨傘拍伊啦，伊把如伊手會過迄個。你假個？就拍緊伊老歲時咩？把如伊手嘅，伊手這邊是尖過，然後留來遐個分咯。
了，你遮济记你嘛教应该你爸是几岁？有生你是几岁30应该是。 ？OK，人出来真久啦，是听讲人去救观音妈啦，去哦，所以报惊报哦只久不了报到路哈。然后有了，就是安尼看过互公妈看袂起，看无讲这是三家的查某囝准备出来带一门啊咩？还没三家在咩？三家是讲坡啊，哦，讲无，即是你爸边讲嘅无女人嘅查某囡仔。嗯，哦，了如果你爸如果你讲嘛，你爸买边个爸边有识哦呢？无识，因为无拄面呢，我真正的时阮无拄面呢。哦，对对，这就是讲，两个家庭，你人教会了，本是家己行家己的路呢。哦，了你无了你有啥物亲情 close 的无啦？有哦，无，我的爸迄边的无你无，人我真正细汉开始，人都是看袂起我人了诶。所以你爸边个看袂起你，你妈边个无呢有？我的妈迄边就是迄个重男轻女，迄嗯个 concept 真啊重，嗯伊保护伊的爸母照顾着。嗯伊就是安尼款，家己本是行过来，靠家己行过来咯。嗯，了，伊家己翁迄边佫无支持伊，靠动伊讲歹听话，那你妈甲你爸的感情无变好？无咪好啦。伊30几年了，伊交爸女伊本是真啊近伊啦。爸女到土内面了，伊本讲真啊近伊。伊讲伊是死了，无为伊出头啊，啥物啦时候，看伊厝内人欺负伊爸母，了伊无顾家啊。无顾家，即家己着拼，家己半死着要拼。然后伊讲就是讲有翁了无翁了，看到了个安尼款会惊，伊想，吼，连你读册小学时睡觉，你都学堂。无睡觉，就是真啊现身人安尼教人会晓讲英文，人好，人考册了吼，啊咪88分，佫会去甲先生用红毛加落乱偷来加分，然后我伫后尾看。哇，你袂记这个数？看家己的纸，我甲60几分，伊88分，伊该安怎？佫是该加电脑分变90，我家己70都无，所以哈哩点声无讲真够读册啦。你未 average 啦，毋是讲未读册啦，是 average 啦。了你中學咧？中咧，真係去中齡啊？中是中齡就要搞讀冊嘅，知咩？因為互啦，互真正趕出來咯，大四條就趕出來咯，趕出來了，我的爸就找到，我的爸的哥，他時陣你白大伯，人蠻好大，爸的魯邦，龍擺呐，龍擺位買了一間算是 low cost 的 house，我都即係幾大啦。然後伊講哦，伊個有位，然後家隨出來，隨落來互人住，所以甲搬去法林的咯。然後邊一就趁接撞你咩？唔是撞你，唔是你講俾你成績咯。我特別你成績本是未擺啦，趁4入 A，無6入 A，6入 A。我嘛愛調我嘛報兩位，報形意甲報重練了，調重練咯。OK。我本毋知啦，人做經毋知是看地址經呢，還是看我的
學等我地址來經，我本唔錯啦。但我看那是你到啲 Facebook 嘅人，真係 comment 就冇咩人講，特別即係人看或十幾人看同佢，還是講 Facebook 咯，後面咪叫佢每咧都係使拍啲 comment 去到啲 YouTube 本嚟使拍到啲 comment 去，因為啲出就 comment 出嚟啫。Clubhouse 是講你每每使你使每物件，八卦啫，問好，係咪物件？買好啊！大家買好。不要緊啦，就是咱生活就講you know 歡喜，或是講激心，或是就講對。咱特別，我是感謝你啦，你起來甲我講你告訴你，我準備準備做這個一對一，就是講我感覺到，我平時嘻哈哈講笑物件，我可能你講咱在攏已經聽過啊嘛，你知呢？特別有當時我感覺到本來福建嘅。聽眾唔是跟他聽眾啦，對我係是朋友嘅就，所以我冇咩有機會，成日講坐落嚟冇講笑笑嘅事，然後就拍確嚟講，有人愛人嘅人，可能唔是講特特人冇愛講嘅人啦，所以我是有機會講嘅時候，我稍微 reach out to 你，就是 because 你這裡是。classic 啊嘛，曉樂，所以聽本來好見古嘅人個知嘅曉樂是做嘅嘛，然後想到就是講你細漢嘅事，特別咱唔知細漢時聽時，咱都唔知講就你可能告訴你生活安怎，真係了解明白人無相人無相嘅環境，無相嘅生活嘛，所以聽起來應該是對我來講是有興趣啦，別人聽。好聽無聽咧，我是感覺就是成個介小白，個另外字無上 level 呢，個深啲人咧可能。แล้ว你去同學咧是，你讀冊搞啲還是同學是有清較清差？會使呢啦，因為我是讀 B 班咧，我入去是讀 B 班咧。你是讀蝦米科嘅？讀 science OK。有讀 science 嘅，然後有一年險險落落去4班啦，應該是。因為幾個班咧？ABC，係唔是 ABC 對 ABC，A 是好嘅咯，A 絕對是好嘅咯，佢哋 average GPA 是係咪90至95、98呢款嘅。好，แล้ว個人仲排零件就後尾咯。แล้ว4班咯，4班是加正是加無。咁我是講，伊人我嘅朋友帶來邊嘛，本別講是完全不曉讀冊啦，是講有誒好誒就真好了，無好誒無興趣誒就真無好了，就互迄個規個佢哋 average 就 drag 落來。對咯。你誒所以你讀冊時到總領嘅時，你有參蝦米物件，蝦米課外活動啊，蝦米物件那款嘅像我們不殺斷咁樣，你是參蝦物件呢？你有咩興趣呢？我第一有印象嘅是，我是 cadet。我想嘅是有參加過 scout。OK。前兩年我未得閒，我講當時特特知邊求我買。買這個你寫呢？然後佢又甲參加無安尼正力嘅cadet。就選environmental cadet，因為我真正細漢時真安怎講啊，真顧地球啊。OK， 所以細漢所以接落來都有成個真正為成個環保，你看你物件真正有注意啊。環保就應該是參加。第久嘅 environmental cadet 本是因為我先生，伊是啱啱好似我本地嘅 moral 嘅先生，本是我紅毛嘅先生。แล้ว伊對我真好咯。你叫咩名哦？我唔知白咯。係啊。
伊巴鲁是多解，平安嘅多解。哦，個 OK OK，你路計同啲哦，still 有啥 connect 啊？哦，好啊，我小位先生有過一哦，佢個，聯絡過，對，哦，係咪是好啦？咪是樣就真歡喜看到路上當今成功嘅呢啊，成話特別我無是家己，就是我嘅身體安怎嘅，安怎愛嘅，我一開喙呢，都花工啦，破坑咩？就是講了然了，就是安怎修煉本好哦。嚇我想哦，我安尼看甲我媽講話，哦，安尼看一步一步做來。特別一開喙甲我講話咧吼，我開喙吼，錯錯我橋啊！你講話嘅咯。你是 plan 好是 plan 是特別出來是破坑，特別你個你先生咧，你先生應該冇呢 pressure 嘛？無啦，對啦，就是講，按照講人啊，等人有講，等人就有講是，我們通常都把最壞的脾氣保留給家人，對，然後你第一對外派嘅這邊都是老好你自己啲錢嘅人，只能講，我有嘅淡薄啦，特別有時真係無理由嘅物件，是我就是擱再徛起來。then 你哦，仲參加參你咪阿lâm咪 cadet 咪咩啊叫咩？ environmental cadet 阿諗咧，對，有一個阿諗嘅字對。alam semula jadi cadet alam semula jadi 有可能。cadet alam semula jadi 我了哈， nature 你對我講好啦，你先生對我講好。伊知我嘅家庭嘅問題環境，了幫助我，互我揣測，互我買好，是咱先生啦，咱有當時咧成個小好命人，個未看到咱先生對樣呢，樣無看到啊，樣感覺到樣而啲好命啊，就係人。咱若是講你感覺到你已經出來環境無好咧，你到有一隻真係感覺到講，哦，actually 先生樣本是有受照顧你細漢嘅時，就係講你環境無好。細漢嘅時知啊你讀冊嘅時你已經知講，哦，這先生較過我呢，有知我按怎講啊？有時我嘅媽，而且我嘅爸無來接我幫我點，人會知我對，知我去食物件，食物件對。有時我有時落雨啊，落大雨切掉落特登飲水，特登飲水。然後這是中學時啊。小學時段嚟講咧，哦，來載我去學堂。然後對我買物件啊，食到中學了本身來看咯，因為但你有討下個援助金嘛，所以加減啦，加減先生之間本嚟講去講來甲照顧最啊，反正你班位有最是有可能，然後伊人嘅環境較無好，然後硬蠻好，嗰時拄着按怎講啊？真濟貴人啊！我小甲中學甲大學，會使講甲馬路本是加減有貴人來照顧啦，對咯。有先生照顧，從我對厝，然後你嘛點做工數，所以無咪對，因為你早起啊，10點做到下晡，有時shift啊，10點冇上 shift 啊，對，了下晡嘅 shift 到2點到10點咯，2點半咯，對咯，就所以10點來嘛，有時伊是講愛無夠累嘅時候，下
下你貴無夠不夠會所，開，收開去，始收回啊對，了就做副理咯，哦，夾做，可能夾做 pick up shift 呢，所以我真係細漢嘅時，都去做 part time 了，哦，你幾歲時做 part time？應該6年級吧。做下咩？做下咩工？你下你見到講嚟講去被電話，電話電話，可能晚安嘅，係啊，我唔知是唔是第一嚟啦，啊，還是第二行工啦。特別我第一時開個別店啊嘛，所以真細漢嘅時陣都是 start 鬥下手，收盤、收後，了直接人攞撥4撥一箍嚟看咯。哦，細漢嘅時陣，我講就講啊，有時。uncle auntie 有時想講物件無，伊講免走，你夾去到倒位走了厝內你收起來，安尼講。OK，就成講一後水箍死，特別互箍斷，了你夾去到倒走，撥對來一撥你家己收咯。大細漢嘅時，大漢慢慢有鬥下手，有實做工。了到了小學點聲，就去找甲stable 嘅工來做，打巴士去做，了斷了辦工了打巴士斷，了我本大家嘛會做過，做，啊你是我以為嘛會這個 booth 啊，OK，伊到底南面是外口誒？多內邊嘅資料，應該是 promoter 誒，你想伊係像啊，只 kiosk 那漢做 promoter 他那，未關得咯，因為伊嘛是應該是伊嘛是 designer。I see，即係意思到底你關得一部門還是得？OK，哇！然後下邊攤就是加減攤位，然後學等嘅物件家己學。所以明講學你抹嗰條嘅學等嘅物件。有時先生學，我唔歹勢。有時先生學嘅，然後伊無甲我講。OK。對，我遐個我人學等成誠濟遐個 miscellaneous 嘅費咯，遐咪學緊，遐咪啊。所以有冇知你先生已經知你環境滿啦，就買 burden luôn啊嗱。HUB 啊，咱個我當差唔多點正20分啦，所以我差唔多要笑就特別我嗰隻前面根本冇錄過，所以那是。是你冚咧，是你冚這8萬咧，我係講淡薄會因為我冇你講是一個客人嘛，因為可能個白你係有一個 uniform，對，一個 club，對 ，and 一個 society，right？對。So 我袂記我係 club 是，袂記我係 club 是蝦米？我打美術。還是你參怪啊？咩band 哦？我在我 Form 6、Form 5啊，Form 4、Form 5、Form 6是有興趣 counseling，that's why。輔導團。輔導團對。society 我感覺有幾年是乒乓。and then 有幾年是photography or 攝影啊，對，攝影學會應該是攝影學會對。OK。了，我真濟朋友，因為中齡真隻大嘅團咧，就是冇叫咩啊？係咪 band 啊？對 marching band。華語啊不，同樂隊。對，同樂隊加華樂隊。對。我真濟朋友都真哦，
真係嚟 band。我要參加華語團，華語 Chinese orchestra。我要參加羅島，去羅島 rehearsal 買。我冇 formally 參過，入邊我真濟朋友大學朋。OK。That's why 我嘅名都是大學朋來。哦，人叫你跳落去啊！是我嘅名嚟，是我嘅朋友嘅名。哦，我用咧是因為我不想俾可能知是我嚟邊個福建嘅節目錄音。哦，所以你用伊名，對。有你家己本身有畫苗咧，定到是？我唔知誒，我但係我條無理嘅原因，就是我真正想去參真一定甲女嘅人。哦，所以人是 by association，人就是成個無理就因為我橋一定來啊。啊，咁我嘅朋友誒化名就是叫曉樂，然後所以我無想人知，因為我講過，這裡 podcast 是隔壁班講到了，我夠聽到甲伊參，然後就講，伊人有聽，應該是伊人會知。哦，你是迄個只只曉樂，未必有介紹你聽曉。我唔是，我是講意思是，也是講我用我假名咧。哦，人會知，對。未必人本知本啊。然後聽到我講，嗱，這愛，because 冇開 camera 嘛，你是就係係愛嘛 ，Skype。對，哈是就冇 webcam。特別你有 webcam，你冇開啦，頂，你冇人知，聽聲冇聲喎。OK，真上參嘅食物件啦，放學啦，讀冊啊，必考冊時啊，去做 revision 啊，去library 啊，本啲行啲白白，因為別人其他嘅朋友冇教我。哦，所以你冇，你依人冇插你少了你，然後所以就開始去參。有我自己做股票咯。哦，明白。OK，所以成日亂想 consider outcast 那啦，成日人別人咧佢哋普通嘅學生先冇愛參個亂嘅，所以你變做你參做你個樣實個連結呢，別嚟人想看未起路嘅啦，所以伊人冇一頭少了咯，就在參。伊人對我較好啦，了有幾道教過我伊二胡，代表伊有幾道了，我不要看伊道嘅字咯，我記不。所以有想較照顧你啦，冇成講你別嚟學生嘅你看冇插你嗰啦。伊先生本照顧我，係你我唔知你過會記哦，係你伊先生係你華語隊先生本是committed suicide。哦呀，唔知喎，名你叫劉慧星。知唔知啊？驚無成驚了後，哦，伊是唔是 postpartum depression 唔知是？無怎想講啦。誒，10幾年前不是真少 speculation 嘅物件嘛，有 social media 嘅物件，特別得。無怎我個留啲邊兩個，哦，一下是啷個是啲學生掉啊是啷？對。哦，咁啊下是啷咯？對咯。真係暑假這先生啊，伊是加中文嘅，加中文嘅。華語，OK， 華文嘅先生啊，OK。我了，可能我個為咗個狀態嘅物件，根本啊，你個日如果冇特別冇聯絡㗎，你即個 original 曉落啊？我本唔知樣到你做咩物件，唔知電名嘅狀態嘅。伊巴魯真係，我都講啊，有聽別人學嘅而已。我唔知哦。
金巴路现在比我好，会使咁講啦。有一間啊，現在比我好，嗯，有去練啦，有去練，哦，特別本是女啦，特別你冇像 Facebook 冇 friend 啊，什麼都會 still keep in touch 我特別啊。冇講，哦，OK，樣特別冇講係你寫古啊書院去啦，還是係咩物件？應該是數完期啦。OK，啊，是就成日，等下我看講係咩物件嗱，每等燒者，然後看我接落去每地嗰個地址出個小落哪隻，啲 original 只小落。唔知 actually 我冇每晚都冇，咁冇咩機會，有人講到你看你話，所以即係物件冇每期都唔知啊樣嘢。然後我個當然對嚟地址出時，我個把下物件會每路嘅試過，啊，下時間接落去聽地址出 ，OK， 哈。其他人有問題？冇啊，咁人聽㗎，介 serious， 個只一人聽，當叫13人聽咗，13人個參即個clubhouse 叫4人，所以10幾人聽，特別個冇人會嘅時候 serious 唔知會唔會有咩？不要緊，嗱個你介笑白掉。OK， 感謝，嗰一晚呢，你都會看到出這。有落第二出嘅即係到啲人嘅 Facebook 啊，就 YouTube 啊，感謝，有落感謝你嚟可能講一對一嚟講話，แล้วก็กำลังshare 呢隻對生活物件，啊，下禮拜佢就係收聽，佢聽較濟有落嘅故事。OK， 第二出 ，OK， bye。頂一禮拜無看episode 到這邊一帶，然後這邊一看聽，聽個聽就正者，然後是現場錄音，就是同條，就係當金嘅咧，當金嘅即係特別嘅錄音是一個同條，OK，bye。